来看欧洲8个国家警方拜三锁定一个为意大利来的乌手党组织，大规模来搜索掠超过100嫌犯。而且，这个乌手党的组织长期以来是伫德国一个城镇，用一间冰店做暗号，实际上是伫内底卖毒品甲洗钱。 这间伫德国西北部的城镇时间会当拿啉咖啡、拿食点心的冰店，拜三是互警方大封条，要求停业，因为这竟然是意大利名声真歹的乌手党公营会挂羊头卖狗肉的据点。Wir durften feststellen, dass Restaurants und Eiscafés von Drangheta betrieben durchaus neben der Geldwäsche eine andere Aufgabe haben, nämlich die Aufgabe, ein strategischer Stützpunkt zu sein. 包括德国、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等等8个欧洲国家，拜三是公布对150个疑似公营会的据点来抓人。德国警方发现这间冰店有一个员工，都是意大利通缉的公营会的成员，伊靠后的车后壁嘛都有藏物件。这个公营会是对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地区开始的，长期甲毒品是对南美洲卖去欧洲和澳洲，而且佮反向走私军火和巴西等等的犯罪集团。伫德国毋但是 涉入毒品交易和洗钱，搁要牵涉大规模的抢劫案，造成6个人死亡。这摆行动比利时的检方早在5年前开始布网。Il s'agit sans doute de la plus grande opération jamais menée contre la mafia calabraise en Europe. Plus de 1000 policiers impliqués dans les perquisitions de ce matin en Allemagne et 1400 en Italie. Cela au départ d'un dossier belge. 比利时的检方讲，因是抓到几啊个公营会的头人，伫这摆行动内面，拢总是抓到108个人。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